1931年918事變爆發，日本對華不宣而戰。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，中華民族更被推向存亡嘅邊緣。面對危難，各派系間聯手共抗外敵，而澳門亦都喺抗戰歷程中作出貢獻。當時喺澳葡統治下嘅澳門屬於中立區域，因此好多難民逃難嚟到澳門，加上戰爭年代百物騰飛，奸商囤糧，澳門嘅社會環境可以話係水深火熱，大批嘅難民食不果腹，而政治形勢同樣波濤洶湧。雖然話澳葡係中立，但係佢又受到日本政府壓力嘅。日本英設領事館，仲有個特務機關就喺雅廉訪嗰度，加上咧有偽軍、有國民黨、有大天二黑社會，當然有共產黨，各種勢力啊，所以好複雜。你唔可以公開講任何一樣嘢。雖然環境險惡，但仍然有好多愛國人士企出嚟。陳雨森嘅媽媽曾之西女士就係喺澳門4屆救災會中為國出力嘅一份子。4屆救災會係澳門《朝陽日報》同《大眾報》發起，以澳門學術界、音樂界、體育界同戲劇界為主嘅愛國團體。佢哋積極奔走於粵澳，透過多種形式宣揚抗戰救亡嘅思想，喺團結社會上起咗巨大作用。救災會亦都多次發起募捐以支援前線。4屆救災會咧，組織好多人去募捐，着家着戶咁去嘅。個口號咧就係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。呢口號我哋隨街我都聽到。我哋啲工人咧，當時大概係5蚊到一個月，係嘛，拎一個仙出嚟都係好困難，因為飯都冇得食。但係佢哋都捐，2次籌到10萬白銀，可以咁做比例啦。當時工人嘅人工係5蚊一個月，而家你啲人係1萬多，2000幾倍。如果10萬蚊咧，即係2億幾。除咗宣傳同募資之外，當抗戰形勢越發危急嘅時候，救災會更組織起4屆救災會回國服務團，動員愛國青年到內地參加抗戰。團長就係革命烈士廖錦濤。廖錦濤係救災會嘅核心人物之一。服務團成立之後，佢就頻繁帶領青年去西江、東江及珠江三角洲等地參加抗戰，但就因為國民黨頑固派作梗，最終亦都未能見證5星紅旗嘅升起。因為那時候是國共又實現了第2次合作。廖錦濤呢，主要工作他是深入到國民黨余漢謀這個第4戰區的內部，代表中共組織向國民黨的各級官兵來宣傳抗戰道理。皖南事變以後，國共之間這個合作暫時出現了一點小的裂縫，余漢謀就按照國民黨這個要求，把這個廖錦濤他們抓起來，很快就把他殺害。除咗規模最大嘅澳門4屆救災會，喺抗戰期間，澳門仲有由鏡湖醫院組織奔赴內地救死扶傷嘅澳門中國青年救護團。喺出版、教育等領域，更有好多愛國人士冒住被驅逐甚至被暗殺嘅風險，宣揚抗戰思想，凝聚社會力量。可以話喺嗰個風雲激盪嘅年代，澳門社會從未隔岸觀火，而係循唔同嘅路徑支援前線，同祖國一齊抗戰救亡。